人生第一张 Air Borneo 的 boarding pass， 你看后面还写什么 ？Borneo for you。今天是8月3号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做 Air Borneo。分享一下，就是你来到古晋的机场，不是他们是没有 machine 给你 check in 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去到柜台那边 check in， 它是在 Air 考德，所以它有一个细节啊，当你在 check in 考德的时候，不是它那边有放一个香氛，那个香氛呢名字很特别，它叫 S13，S stand for Sarawak，13是我们在 IC 的 code 13号。教你一个 tricky 的东西，就是他们的375块是包括行李跟选座位的，所以你一买了机票，你就可以 on the spot 直接选座位。所以我选了腿部空间最长的第一排，我一买了我就选好了。它的餐饮啊有拉萨跟有这个 Assam fish， 我选了这个是 dry 拉萨，然后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好。而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在 Air Borneo 里面的这个矿泉水会叫 Orchid 吗？因为沙叶的班花就是 Orchid Norman。